明白，像那个客栈飞面话，汉语名字这是客栈飞面话。那个航海罗汉，是讲买南面买100到8几样，进来到。美国航海罗汉。美国航海罗汉，海罗汉。现在买南面买100到8几样，是讲买南面，买100到8几样，100到8几样。美国海罗汉，你们会怎么想呢？海罗汉是讲买南面买100到8几样。美国航海罗汉是讲买南面，有位人买100到100头8几样绵羊，8几样用。美国航海罗汉是讲买南面买100到8几样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都要唱，背呀哈，我们与歌足，人民大团结，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。北至老港，北落北。